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Man 空的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張好抵玩而且好方便嘅外遊數據卡。冇錯啦，就全港71便利店有售，只需38蚊就包咗5G 嘅外遊數據用量，而且涵蓋多地啦。咁今日啦就同大家分享我哋之前喺大陸同埋澳門做嘅 5G 實測，睇下個速度掂唔掂當啦。開門見山，呢張抵玩嘅外遊數據卡嚟自 More Mobile， 就係圖中呢張亞洲多地嘅外遊數據卡啦。咁買嘅時候就記得認清楚佢嘅封面啦。咁本身 More Mobile 喺香港嘅 MVNO 都幾出名嘅，咁所以品質啦就更加有保證。而依家就同大家睇下呢張卡基本介紹。佢最殺食嘅地方啦，就全港71便利店有得賣噶，咁所以周街都買得到，慳翻去買卡車錢啦，同埋時間。第二，建議零售價38蚊一張，今次我都係買38蚊嘅，而喺呢9個地方啦，全部都用到 5G 網絡，一陣間再同大家睇個速度，其實幾 OK 噶。而數據用量方面啦，就包咗5日5G 嘅數據用量，除翻開平均每日有1G 去使啦，而爆 data 之後仲有多一個優點啊，就限速 384K 無限上網，咁總算好過常見平價卡嘅 128K， 咁就咁睇啦，成個 package 真係幾吸引噶。點解話抵玩呢？因為有比較有傷害，蘇仙儲值卡全港有得賣啊，百佳屈臣氏隨手都可以買到一張。但係新卡轉做外遊數據咧，俾咗33蚊就只得5日啦，每日得500Mbps 嘅，而且限速 128K 啦，咁所以成個 package 啦都係差過今日 More Mobile。咁換言之，俾多5蚊雞，你就能夠拎多 total 2.5G 嘅數據用量啦。只不過比起蘇仙新卡嘅外遊數據組合 ，More Mobile 呢張卡覆蓋範圍就相對少啲，咁所以大家記得檢查清楚啦。你去嘅地方有冇包括在內？咁包括咗中國內地、澳門、日本、南韓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越南同埋印尼嘅。咁深水清朋友啦，就會見到係冇包到台灣，所以諗住台灣嘅話，就記得唔好買呢張卡啦。另外呢張 More Mobile 數據卡屬於純數據卡，就代表住啦冇包到漫遊通話同埋短信服務，另外都冇包含到任何香港本地服務，喺香港係上唔到網嘅。但係啦就勝在無需實名啊，正如封套所講啦，即買即用就無需登記。咁而上網嘅時候啦，我就檢查過係用香港 IP 上網，但係就上唔到 ChatGPT， 呢個位都要提醒翻大家嘅。而相反啦，同期測試嘅 Lucky嘅 Lucky 2咧係用到 ChatGPT 嘅，而最尾啦呢張卡就只有實體卡版本啦，七仔就冇得賣 eSIM 嘅。介紹完呢張卡基本資訊，係時候嚟到今集嘅戲肉。呢張卡真係好抵玩噶，38蚊包咗5日5G，仲要全港周街買得到，車錢都幫你哋慳翻晒。但實際表現係點呢？實際個速度順唔順呢？咁依家就同大家分享今次2026年嘅實測啦。咁話說啦，我哋自費買咗一張，咁喺港珠大橋嘅時候啦，就接收中國聯通嘅 5G 網絡啊，而去到澳門呢，就係接收 CTM 嘅 5G。咁個 package 都相當之好睇嘅，咁依家就同大家分享翻我哋測試結果啦。只不過喺進一步分享之前，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，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啊！咁順便啦都分享多一條舊片，就係 Fellow 嘅外遊數據卡測速，一樣都做咗港珠大橋啦同埋澳門嘅，未睇呢，就記得翻去睇翻啦。言歸正傳，關於呢張卡嘅實際表現，根據我哋今次嘅實測結果啦，我哋嘅結論就係非常之滿意，絕對對得住38蚊呢個價錢啊！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嘅。咁一共測咗10次啦，平均下載速度 91.6Mbps， 而平均上載速度 56.42Mbps。好老實講啦，對於一般日常使用，其實已經非常之夠做噶啦。而下載方面啦，我哋認為係好亮麗嘅，全部嘅測試都錄得42Mbps以上，真係唔簡單。而其中2次啦，仲可以突破100Mbps，證明啦呢張卡冇喺100呢個關口 set 咗任何嘅限制。而最佳下載成績就成功錄得 198Mbps。咁相信啦，有人會問啦，會唔會係鎖咗喺 200Mbps 呢？但根據10次測試，由於次數太少啦，咁所以就無從得知。
上載能力一樣令人滿意，10次測試只得1次嘅上載錄得單位數，換言之啦，有9次都係雙位數或以上嘅，仲有幾次啦都係30-40 Mbps 以上。咁一般嚟講啦，都已經好夠用。而值得留意嘅係啦，其中2次仲可以拎到100 Mbps 以上添。咁再加埋啦，最勁嗰次係130 Mbps。好老實講啦，有時候香港測 5G， 就算測到上台 plan 啊，即係唔係指明任何嘅電信商，都冇幾可以上載拎到130 Mbps。咁可見啦，澳門 CTM 可能 N700 黃金頻段啊，做到100 MHz 連貫嘅頻寬，真係令上載勁咗好多嘅。除咗上下載表現，呢張卡嘅時延即係 ping time 啊，都幾令人眼前一亮啊！我哋今次都係嗰句啦，真係幾滿意嘅。即係以38蚊嚟講，做到呢個質素呢，都好難挑剔噶啦。咁今次10次測速啦，平均嘅 ping time 就31.5 ms 啊，而其中7次啦都可以拎到40 ms 以下。而澳門嘅時延呢，你一陣間睇詳細數據你就會發現啊，係非常之靚仔噶。測咗幾次，最高都只不過係31 ms， 咁簡直係拍得住香港平時用嘅 4G 儲值卡㗎啦。講完一大輪，接住落嚟就同大家公布今次詳細測試結果啊！一共10次測速啦，有6次就喺港珠澳大橋上面做嘅，就接收中國聯通嘅 5G 網絡，包括來回兩程啊，希望涵蓋唔同嘅時段啦。咁呢度就同大家展示咗呢6次測試結果啊，咁大家就可以慢慢 hold 住啦，慢慢睇。咁最佳嘅成績啦，就係第一次嘅76.7 Mbps 下載啦，咁而最尾嗰次都係76.5 Mbps，而上載啦，除咗一次係拎到1.3失咗手之外呢，你會見到噶，其實其他都係好鬼靚仔，即係大家都20-30以上嘅，咁 ping time 啦都幾唔錯噶。好啦，咁講到呢度啦，你哋就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，就唔知點解呢6次喺港珠大橋上面接收中國聯通 5G 網絡嘅話啦，下載始終冇辦法突破100 Mbps， 咁包括早晚來回兩程啦，有2個唔同嘅時段，咁我就唔知道啦，係中國聯通 5G 網絡夾呢款 More Mobile 卡所造成嘅問題啊，定係我哋港珠澳大橋個別嘅現象嚟嘅？咁所以大家用過 More Mobile 喺中國聯通 5G 網絡嘅數據嘅話啦，都放下面留言啦。就同大家分享翻你平時嘅用後感啦，因為咧今次即係個測試嘅時間啦同次數都好少，我哋就真係唔敢定斷嘅。去到澳門，今次要講聲唔好意思，因為手頭上要同一時間測試好多張卡，測下呢都唔記得咗，原來呢張卡只係測得4次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盡量提取翻佢嘅參考價值啦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呢4次測試啦，都喺澳門市區啊或者遊客區度做，咁都可以睇翻面對咁多遊客、咁多流量嘅情況之下，佢個表現係點。咁答案啦係非常之好，好過晒剛才嘅港珠澳大橋啊，因為剛才港珠澳大橋啦最高都不過80 Mbps，而今次咧見到啦，最低都係83.3 Mbps，咁我認為係交足晒功課，合晒格噶啦。咁你見到頭2次啦，就非常之勁嘅，下載成功錄得100 Mbps 以上啦。而南京街一度逼近啊200 Mbps，就氹仔嗰邊嘅。而你又發現到啦，當下載過百嘅時候啦，上載就好自然都會過百，最高啦就拎到130 Mbps。但係平時呢支歌仔咧喺香港係冇得唱嘅，即係下載過百啦，上載咧通常都係雙位數嘅啫。好啦，去到議事亭前地啊，人流更加多、更加密集啊，咁下載都係接近100 Mbps，我認為都交足晒功課。而 ping time 啦都非常之理想，只得20 ms 嘅啫。好啦，去到最尾亞馬拉前地啦，咁一樣都人來人往啦，好多車啊，好多遊客啊，好多旅行團喺晒度嘅。咁下載就83.3 Mbps，上載66.7 Mbps，一樣都係嗰句噶，交足晒功課。咁相比手頭上一啲用 CTM 4G 嘅卡呢，咁我會覺得呢個表現係一定會好好多嘅。好嘢，話咁快就同大家睇晒呢張38蚊喺七仔買得到嘅 More Mobile 亞洲數據卡嘅測試結果啦，連埋我嘅評論。咁最尾啦，就根據今次嘅使用體驗，我就5個評價想同大家分享翻啦，希望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啲實用嘅買卡參考。第一個，呢張卡最好嘅地方呢，就係購買真係夠晒方便啦。咁全港71便利店啦，咁理論上24小時營業。咁有時候唔記得買卡或者趕住出發，又或者想買到張做
後備嘅話啦，都一定幫到你嘅。而第二就係周街買得到嘅嘢咧，通常價錢會比較貴噶嘛，但呢張卡38蚊就有交易，就包咗5日5G嘅數據用量，咁再加埋頭先同蘇仙嘅比較咧，你更加會見到佢性價比真係夠高。咁既然又買得方便，性價比又夠高咧，市面上都好難揾到其他嘅競爭對手。而第三個優點啦，就剛才冇測到啊，因為當日非常之匆忙，都用唔晒啲數據用啦，就係384K 限速無限上網啦。咁一般嚟講啦，啲平價卡好似頭先所講嘅蘇仙咁樣，佢都係限速 128K 嘅啫。咁所以啦，會令到我哋限速嘅階段啦，生活會過得更加好嘅。而最尾嗰兩個啦，就根據我哋今次喺大陸同埋澳門嘅實際使用心得所拎到出嚟，但係就未必代表啦其他目的地，就係速度非常之良好。咁你見到啦，澳門咧下載最慢都有83.3 Mbps， 而港珠澳大橋啦，雖然全部雙位數，但係最慢都有60 Mbps 以上，都係嗰句噶啦。一般旅行用途啊，日常生活嚟講啦，已經綽綽有餘，無需擔心。而最尾啦，就接收非常之穩定嘅，即係無論條橋上面定係澳門嗰邊啦，咁都係自動轉到網，全日咧都冇斷過線，都冇話收唔到嘅地方嘅。咁所以我對於佢嘅速度啦，同埋接收嘅穩定性都有好高嘅評價，都係講明啦。咁今次真係自費自己俾咗38蚊去買，即係唔係廣告，唔係去擦鞋嘅，只係用完覺得哇，即係成個 package 嚟講啦，咁再加埋實際嘅使用體驗，真係 OK 嘅，玩得過嘅。如果你唔想買 MVNO， 想揾翻大台出品，又唔介意俾多少少錢，而且追求方便，希望全港周街都買得到，咁就分享一張嚟自 CSL 嘅親生仔旅遊卡，出咗幾個月都仲算係一張新產品嚟嘅。咁呢張卡啦，喺全港嘅七仔啦，同埋 OK 便利店都有得買。但印象中啦 ，OK 咧係賣 eSIM 版啊，咁冇估計錯嘅話啦，就可以喺收銀機嗰度就印一張有 QR code 嘅紙仔俾你，咁等你自己去安裝嘅。咁呢張卡啦，建零售價係88蚊，但有時會減價減到68蚊啦。而最着數同埋唔記得嘅地方啦，就開卡之後可以登入翻prepaid.hkcsl.com 嘅，就可以領取一張有效期為30日嘅71電子現金券啊。咁購買呢，咁就可以令你實際支出啦更加低。咁呢張卡啦就適合日數多少少嘅，因為剛才 More Mobile 啦同埋蘇仙只得5日，咁行程長啲，舉個例子7日啦，咁呢張卡就幫到你啦，而且覆蓋啦更加闊啦，就包咗剛才冇嘅澳洲啊、紐西蘭啊、台灣啊等等。但係台灣呢，睇清楚啦，就記得啦要做翻個實名登記。咁所以有興趣啦都可以啊去七仔或者 OK 啦，就留意翻呢張 CSL 旅遊卡嘅。但係佢最大缺點啦都要講明先噶啦，佢每日數據用量只得500 Mbps 啊，咁所以500 Mbps 夠唔夠用呢？都係嗰句交翻你哋自己去決定啦。好嘢，今集分享大功告成，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。最尾啦，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呢張38蚊就有5G 5G 漫遊數據用量嘅外地數據卡呢？都放下面留言啦，同大家分享。我自己嗰句噶啦，都係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嘅，因為周街買得到嘅嘢啦，有時便利店一定會抽水抽得比較多嘅。咁但係仍然可以 keep 到38蚊呢個價錢，再加埋提供呢個速度，而最令我欣賞嘅地方呢，就係 Ping Time 真係好靚仔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張卡都好值得啦。今日透過呢個機會就同大家分享。咁如果下次趕住出發啊，趕住過關又唔記得買卡，又或者本身買咗嗰張卡又可能驚用唔到嘅話啦，咁就不妨俾38蚊喺樓下七仔啦買一張應急呢，就真係一流噶啦。好啦，今集廢話唔多講，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幫手俾 like 貼片啦，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。咁最尾啦都順便分享埋網店啊 Before Travel 嘅 eSIM 優惠碼，其實用嚟買實體SIM啦，一樣都可以獲取翻9折優惠。咁啊有興趣啦，再抄翻低，咁下次就可以用佢嚟買 eSIM 或者旅行上網嘅實體卡啦。